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嘅阿靜啊。今日同大家嚟到大圍嘅柏傲莊去睇一個一房單位。而家我哋係喺7B 座嘅中層私室，實用面積為330尺。咁我而家身處嘅就係睡房嘅位置，可以望到開揚嘅山景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記住睇埋落去啦。一打開大門就會嚟到玄關位，直望客飯廳同埋開放式廚房。咁開放式廚房呢係個橫條形嘅設計，備餐空間係打橫嘅。之後呢，客飯廳個空間呢都好四正。然後我哋出去露台望一望，露台望出去可以望到開揚嘅山景。咁因為7B 座呢係最單邊啦，可以望到左手邊嘅獅子山同埋右手邊嘅大帽山。跟住我哋入返去室內，咁嚟到呢個浴室嘅位置。浴室呢度呢係採用咗企缸嘅設計。最後我哋睇埋個睡房。睡房呢度呢除咗個落地玻璃之外呢，仲有個細嘅氣窗，而且預留咗空間去做衣櫃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記住聯絡我啦。